所以，咱先來關心天氣。氣象署指出啊，拜三開始就有兩陣東北季風甲鋒面要小刷到位咯。北部甲東半部地區天氣比較會較無穩定，因為中南部是多雲到好天，氣溫上懸會來到30度。北部好天出日頭，氣象署指出，拜一北海花東半部、恆春半島甲北部山區範勢會落地漸陣雨。若土肥以南是多雲好天的天氣。過到南部山區較敖落雨，若溫度方面，北部懸溫佇17度到27度，中南部上懸會到30度，早暗的溫差會較大，民眾就要較辦事調整清查。在氣溫方面，跟昨天相比，應該是類似的一個情形。那在北部跟東北部、東部大概的高溫是在27度左右，而中南部的高溫預計還是可以來到30度左右。那在天氣上面是一個比較晴朗的情形。春天天氣變化較大，氣象署講，這禮拜有兩陣東北季風甲鋒面小連續到位。拜三、拜四有頭一陣東北季風通過，北部甲東半部的氣溫會變較低，宜蘭花蓮會較敖落雨。拜五天氣較轉好，不過拜六禮拜第二陣東北季風甲鋒面會擱到位，北部東半部部分地區會落雨，氣溫嘛會變較低。整體上來說，在這一周是在周三之後會有陸續兩波的東北季風影響。所以在迎風面，像是北部、宜蘭花蓮氣溫會稍微下降一些，不過整體上降雨預估不會太多。那另外在前期要留意會有一些局部或是低雲的現象，主要是在馬祖、金門。氣象署提醒，拜一、拜二暗時甲透早，北部甲雲林到台南，還有金門、馬祖較敖大忙，民眾就要注意交通的安全。記者郭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